国内爆发疫情了后，即马是严重咧欠护理师，已经欠到12000人遮济啊。护理师工会的全联会今仔日就提出诉求，希望会当来改善护理师的工课，其中嘛包含着互查甫的护理师伫病院做替代役等等。卫福部长许瑞元是表示，也来讨论。 护理师伫病院内底无用试试，不止工时长，压力也真大。疫情过后，佫出现离职潮。根据卫福部统计，去年护理人员离职率达到11.79%，欠缺率冲到6.53%，拢创10年来新高。以目前护理职业人数185000人来算，欠人已经有12000人。早起护理师工会全联会开记者会，佫提出改善职场环境的高大诉求。源头人如果不够的话，我3班互并比只是会增加我的关长比率，所以我们为什么一个源头开始就是先把人要先补进来。 全联会表示，若甲去年底比起来，人力上欠的病院，1到10月新增加的护理人力只有166个，是近10年来净增加人数上少的。不止病院被迫关床，也是造成各大病院急诊杂统统的情形。大台中护理师工会佫点出，中部病院除了急诊塞车以外，就连儿科病房也出现欠护理人员的情形。疫情过后。 儿科护理人员也开始流失，所以床位限制了，那儿科病人又增加，所以造成那个儿科的一个拥塞。另外，一般医疗机构并无属于替代役相关规范，医疗役服役单位的规范。全联会也希望开放男性护理师伫病院或替代役。这我们会跟医政署来做讨论。不过，因为他人数现在替代的人数是相当少了，所以对于护理人力的。 舒缓的话，是否可以有一定的这个效果的话，这个也要评估了。全联会强调，卫福部虽然已经提出加发夜班津贴，不过护理工作是3班制，工作负担甲压力是同款的，所以应该由政府编列公务预算，全面补助病院护理人员的薪水，减缓住临床人力，互离开病院的护理人员愿意回来解决欠人的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